你有冇試過某一日返工搭地鐵，望住車廂玻璃入面嗰個人，突然唔認得佢自己？唔係驚青，係一重更深嘅夢魘。我幾時變成咁？海洋比自己中路，眼角多咗幾條紋，腰圍多咗幾寸，眼神少咗一重嘢。係光定係鏡？你一時答唔出，但你知係少咗。你記唔記得30幾歲嗰時，生日掛喺後邊嗰句話係：等我有時間先，等我有時間先去旅行，等我有時間先好好食頓飯，等我有時間先認真照顧下自己。而家50幾歲，時間係有多咗，但你發現等嗰個習慣仲係牢牢喺度冇走過。蔡瀾一生周遊列國，見過各種各樣嘅人。有啲人揾到錢，但你亦都未真正睇過世界。有啲人慳足一世，臨老先發現冇享受過一樣自己真正想要嘅嘢。佢嘅意思係人生最大嘅浪費唔係錢，係時間。而最可怕嘅唔係冇時間，係有咗時間但唔知點用。55歲至65歲係你人生最後一個可以主動選擇嘅10年，唔係嚇你，係講事實。過咗呢10年，身體嘅技能、精力嘅儲備、人際關係嘅可塑性，好多嘢都會開始縮窄你嘅選擇空間。而家係你仲可以決定嘅時候。呢10年有5件事你必須做好，唔係因為做好咗你就會快樂，快樂冇人保證得到，係因為做好咗你至少唔會喺70歲嗰陣對住天花板後悔自己當初冇諗清楚。做錯一步唔係輸一局，係晚年全盤皆輸。第一件事就係你每日都帶住，卻從來唔認真對待你嗰樣嘢。你有冇發現香港人對自己身體嘅態度有一種奇怪嘅邏輯？好嘅時候糟蹋，灰嘅時候先補救。30歲報名爭工，通宵達旦係等閒事。40歲開始睡眠不足，肩頸痛到係例牌。50歲體檢報告開始出現紅字，然後喺診所門口講：醫生，我而家要好好保養啦。係呢個而家，往往已經遲咗5年到10年。呢10年你對身體嘅態度，直接決定你65歲之後係自己落街買餸，行去飲早茶，定係靠人攙扶，坐輪椅等人餵飯。好多人以為養身體係退休之後先嘅事，搞掂晒其他先算。仲有啲人以為食補品、飲涼茶就係保養，但蔡瀾嘅意思係真正識飲識食，唔係話你食咩最補，食幾多劑燕窩花膠，而係要真正尊重自己個身體，認真感受佢嘅需要。佢周遊列國幾十年，食遍天下，從來唔係盲目進步，係聽身體講嘢，幾時飽，幾時倦，幾時要停。呢種覺知先至係真正嘅養生之道。《黃帝內經》有句話講得坦白：50歲，肝氣似水，肝葉似薄，膽汁似鹼，目似不明。用白話講就係50歲開始，呢個身體唔係你20歲嗰個身體啦。唔係話你老咗冇用，係話你嘅機能已經悄悄改變。你要換一種方式對待佢，唔係硬闖，係配合。55歲之後，唔係要你做運動員，係要你開始認真同自己個身體傾偈，聽佢講緊咩。喺九龍灣有個叫阿強嘅前工程師，做咗30年一間，跟住建築地盤由香港做到內地，賺錢養妻活人。幾十年如一日，56歲終於申請提早退休，周圍嘅人話佢搏夠啦，好好享福。退休頭2年，阿強過得好自由，天天打麻雀、食宵夜，睇英超到半夜3更，話終於唔使退銀紙費啦。體重升咗10幾磅，血壓高咗，佢知，但係話退休啦，放鬆下咋。58歲某個早晨，阿強喺廁所裏面突然頭暈倒低，送到伊利沙伯醫院，醫生話係輕微腦血管意外，幸好及時送到。醫生問佢血壓高咗幾多年，阿強答唔到，太太旁邊話醫生，佢至少高咗10年，佢唔理。阿強躺喺病床上望住天花板，第一句話唔係問幾時出院，係我仲有好多嘢想做，但係佢個身體已經唔等佢啦。就好似一架車，
你用咗30年，從來唔做保養，唔換機油，唔搽剎車，唔係話佢唔可以行，係有一日佢會突然喺高速公路上熄火，熄喺電，由唔得你話事。阿強最後慢慢康復，但從此咗變手腳稍微遜色，執筆有啲賤，打麻雀唔再得心應手。佢話後悔唔係喺退休嗰日開始嘅，係喺30年前每次話等陣先嗰一刻開始積累嘅。蔡瀾式嘅身體哲學，唔係叫你戒晒所有嘢，唔係叫你食齋修行，係要你記住4件事：食好、瞓夠、喐動、定期檢查。4件事唔複雜，但要認真，要持續。食好唔係食貴，係食得用心，少啲加工食品，多啲新鮮食材。每餐坐低食，唔好匆匆忙忙。蔡瀾世日講，食係一種儀式，你對食物嘅尊重，反映你對生命嘅態度。瞓夠唔係瞓長，係瞓好。50幾歲之後，睡眠質素直接影響記憶力、免疫力、情緒穩定。深夜刷手機係最蝕底嘅習慣之一，損耗嘅係你第二日整日嘅精神。喐動唔係要跑馬拉松，係每日30分鐘大量運動，行路游水、踩單車，揀一樣你唔抗拒嘅，然後做落去，做到成習慣。定期檢查係呢4件事入面最多人忽略嘅一樣。55歲開始，每年一次全面體檢唔係選擇，係必須。心臟、血壓、血糖、腸胃、骨密度，呢啲都係可以早發現早處理嘅問題。拖就係最蠢嘅選擇，因為你唔知自己幾時變成下一個阿強。就好似你間屋，你會定期入去清潔，唔會等漏水先修頂。你個身體，你應得到同人嘅對待，甚至更多。身體係拿捏所有自由嘅基礎，冇咗佢，其餘4件事都係空談得把聲咋。唔係誇張，係真嘅。你而家55歲、60歲，仲話得事，但係你而家繼續當佢係藉口，70歲你就真係冇得揀。就算你身體好，65歲後如果冇足夠嘅錢，你一樣活唔自在。錢呢件事喺呢10年，大部分香港人係咪真係想清楚晒？定係你仲係靠一重模糊嘅焦慮撐住每一日？香港人係全世界最識慳錢嘅人之一。識慳唔等於識用，識慳唔等於冇焦慮，識慳更加唔等於你而家嘅錢夠你活得有尊嚴。好多50幾歲嘅人喺呢個階段最大嘅焦慮唔係冇錢，係唔知夠唔夠。夠唔夠俾仔女交大學學費，夠唔夠幫你付首期，夠唔夠養自己養到老，夠唔夠應付突然嘅病。呢種唔知夠唔夠嘅焦慮係一種慢性毒藥，佢令你喺仲有能力享受嘅時候唔敢享受，等你真正老咗享受唔到嘅時候，你先發現錢仲喺嗰度，但人已經冇咗嗰份能耐㗎。55至65歲呢10年，你對錢最大嘅功課唔係再努力賺多啲，係搞清楚自己真正需要幾多，然後有意識咁去用佢。包括用喺自己身上。好多人以為節儉係美德，省到最後先係型。但蔡瀾嘅意思係，唔識使錢嘅人先至最唔識生活。佢一生走遍世界，由日本嘅懷石料理到街邊嘅魚蛋粉。佢嘅標準唔係貴定求，係值唔值。錢係用嚟解決問題同創造體驗嘅，唔係用嚟睇住退喺戶口度大嘅。錢坐喺度唔動，係冇生命嘅，用喺值得嘅地方，先至係真正嘅財富。蘇東坡有句話：人生如逆旅，我哋是行人。白話咁講，人生係一段旅程，你只係過客，最終帶唔走任何嘢。你喺呢段旅程中間囤積再多，最後都係留俾別人支配，而唔係留俾自己嘅親身體驗。荃灣有個陳太，係製衣看車衣幾10年，一雙手縫過幾萬件衫，省吃儉用，供完層樓，養大3個仔女，62歲退休，銀行戶口有幾10萬，係街坊眼中好有積蓄嘅人。但係陳太從來唔捨得去酒樓飲茶，話茶樓貴，喺屋企沖都係得，唔捨得買件好啲嘅衫，
話着得暖就夠啦，70歲。大人只特登請嘅，話想帶佢去日本旅行，感謝佢辛苦幾十年。陳太擺擺手，老啦，唔好嘥錢喺我身上。73歲，陳太因為心臟病突然走咗，仔女整理遺物，係佢個小小嘅床頭櫃，發現一本寫咗一半嘅日記，翻開最後一頁，有一行字係佢用顫抖嘅手寫嘅，一直想去日本睇下，等下次先算。下次冇嚟嘅。仔女捧住本日記喊咗好耐，唔係因為後悔冇帶佢去，係因為佢哋唔知道，原來媽媽一直有個願望，靜靜地喺心入面放咗幾十年，從來冇講出口。就好似你喺茶餐廳，個伙計問你要唔要加餐，你話唔使行返，但你心入面係想要嘅，慳咗個記問，但少咗嗰份滿足，你以為係小事，但係每一次嘅唔使疊加起嚟，就係一生嘅自我虧欠。錢嘅問題，真正嘅邏輯係，你唔係再選擇使定唔使，你係再選擇使喺邊度，慳落你嘅錢，最終都係輸嘅。問題係由你自己話事，定係由別人替你決定？55至65歲，錢嘅管理有3個必須做嘅功課。第一，計清楚自己退休後每月基本支出喺幾度，唔係估，係真係坐低用紙筆計過。租金或管理費、飲食、醫療交通、偶爾娛樂加埋喺幾多？用你現有嘅積蓄夠踩多少零？呢條數你唔計，焦慮就會一直喺度。第二，預留一筆體驗基金，係專俾自己用嘅，唔係留俾仔女嘅，唔係應急嘅，係用喺旅行，係一餐好嘢食，係你一直想做但唔捨得做嘅事。幾度你自己定嘅，但係要係一個真實嘅數字，唔係有成先算。第三，停止有成先用喺自己身上嘅思維，呢種思維係香港父母一代最常見嘅陷阱，永遠係自己排最後。但係你而家50幾歲，你係家庭支柱嘅角色已經完成咗大半，係時候重新排序，先留自己，再留屋企。唔係自私，係清醒。錢係用嚟買自由嘅，唔係用嚟慳住等死嘅。你慳住嗰啲錢，喺你60歲之後、70歲之後，未必仲用得上。但係你而家有嘅體力、有嘅健康、有嘅時間，錯過咗就唔返嚟。呢度數點計，你心入面係清楚嘅。但係錢搞掂咗，仲有樣嘢咁難搞，係人，係你身邊嗰啲人。呢10年你嘅人際關係，係時候認真整理一次。人到55歲，往往會出現2重極端。第一重，朋友圈越縮越細，細話人老啦，唔想多應酬，靜靜地算啦。到最後，除咗屋企人，冇咩人傾偈，細日對住電視或者手機。第二重，到桌維繫關係，飯局喜酒、同學會，場場都到，見人太少年，但係心裏面係清楚嘅。大部分都係有用先揾嚟嗰重，或者係唔會怕人或唔識人情世故嗰重。2重都係問題。前一重係孤獨，後一重係消耗。孤獨傷身，消耗傷神。呢10年你最重要嘅功課係分清楚滋養關係同消耗關係，然後有意識咁投資前者，有勇氣放下後者。好多人以為人老咗朋友就係越多越好，起碼有人傾偈。有人叫佢飲茶，但蔡瀾嘅意思係人生到咗某個階段，質比量重要得多。3個真正了解你，喺你困難時願意出現嘅人，好過30個只係喺群組裏面發早晨圖嘅聯繫。論語有句話：益者三友，先者三友，有直有量，有多聞一耳，有便辟，有善友，有便佞。選以白話咁講，對你有益嘅朋友，係咁直話直說嗰重，係真心包容你嗰重，係見識廣博令你開眼界嗰重。對你有損嘅係為你是從冇立場嗰重，係表面溫柔但唔真誠嗰重，係口甜舌滑但冇實質嗰重。到咗50幾歲，你選擇維繫邊段關係，要揀有養神嘅，唔係揀熱鬧嘅。銅鑼灣有間廣告公司，入面有個做咗30年，
創意總監嘅位。58歲嗰年，公司改組，佢選擇提早辭開。表面上佢唔寂寞，佢同太太住喺跑馬地一個夠大嘅單位，有3個仔女各自成嘅，有10幾個前同事偶爾話茶傾下舊時公司嘅事，逢年過節仲有人約飲茶。但係有一個星期六下晝，太太出咗門，仔女冇人，佢一個人坐喺客廳，突然覺得非常孤獨。唔係冇人，係冇一個人係真正了解佢係邊個。仔女愛佢，但傾唔入佢嘅世界。佢鍾意講60、70年代嘅香港廣告，鍾意傾創意背後嘅故事。仔女識得點頭，但唔係真係明。太太同佢相識30年，老早習慣咗各自生活，互不打擾。舊同事傾嘅永遠係以前公司嘅人事，冇一個問過你而家變，你快唔快樂？佢個感受係從來冇人問過嘅。後來一位喺世傑美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報咗一個攝影班，係街坊舉辦嗰場，唔貴，每個星期3晚上去喺度。佢遇到幾個背景各異但年紀相若嘅人，有退休教師，有做咗啲實力水電嘅師傅，有以前係銀行工作嘅姐姐。大家唔係因為利益相識，係因為都鍾意用鏡頭捕捉人。半年後佢哋成咗真正嘅朋友，會一齊去鴨脷洲鯉魚港黃昏，會喺大排檔食飯傾到深夜，會互相分享各自嘅心事。阿偉話：係我58歲先學識嘅嘢，原來人係需要朋友，唔係需要關係。朋友係你本身，關係係你嘅用途。就好似種花，你以為定時澆水就係照顧，但有啲盆栽係需要混土嘅。有土用得太耐，養分耗盡花，就算有水都唔生慣，係咁。如果一段關係長期只係消耗你，冇再提供任何滋養，唔玩佢就係慢慢榨乾你。呢10年關係嘅3個功課：第一，認真盤點一下，你身邊邊幾個人係你真正有困難時會揾嘅，係你可以講真心話，嚴經被評判嘅，係呢幾個人要認真維繫。唔好以為關係係永久嘅，唔使打理。第二，有冇一段關係係長期消耗你，但你出於情面或習慣而唔捨得斷？喺呢10年，要有勇氣做減法，唔係要你絕交，係可以慢慢淡出，少啲主動聯繫，少啲回應，自然就疏咗。第三，主動去認識新嘅人，唔係為咗應酬，係為咗共同興趣。興趣班、義工組織、社區活動，呢啲地方認識嘅人，往往係最冇負擔、最容易建立真實關係嘅。人係群體動物，孤獨係一種慢性病，你好多生理疾病，世人更慢但更徹底。55歲後你需要嘅唔係更多群組，係更少、更深、更真實嘅聯繫。關係整理咗，但仲有一樣更慢嘅嘢，你有冇諗過？50幾歲嘅你，做咗幾十年仔女、配偶、員工、父母，其實係咪連自己係邊個都唔清楚？呢個問題，好多人唔敢問自己，因為答案可能好嚇人。你喺50幾歲，回望自己呢幾十年，做過幾多件事係真係自己想做嘅，唔係為咗屋企，唔係為咗仔女，唔係為咗份工，唔係為咗任何人嘅期望，係純粹因為你自己想。然後你就會做咗1件，定係2件，定係你諗極都諗唔出。係咁，好多香港人唔係因為你唔識得享受，係因為幾十年嚟你一直係排喺最後嗰個，屋企排第一，工作排第二，仔女排第3，你嘅感受排到最後，最後冇位就算啦。呢10年嚟最深層嘅功課係重新認識自己。你係邊個？你真正鍾意咩？你仲有幾多時間係為自己而活？好多人以為為屋企人犧牲嚟偉大，捱苦係美德，但蔡瀾嘅意思係一個連自己都唔照顧嘅人，係照顧唔好任何人嘅。佢成日講人生要活得通透，第一步係要對自己誠實。你到底鍾意咩？你到底想要咩樣嘅生活？唔答得出呢2條問題，你無論走去邊，都係為人而活，而唔係為自己而活。陶淵明有句詩：
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白話咁講，喺自己屋企籬笆邊採一朵菊花，望住遠山，心裏係無比嘅舒坦同自在。真正嘅自在，唔係喺名利裏面揾，唔係喺別人嘅認可裏面，而係喺你真正享受緊嘅事情裏面揾。而你要揾得到，你先要知道你享受緊咩。九龍塘有個做咗30年中學中文科老師嘅阿玲，57歲提早退休。退休嗰日，同事幫佢開咗個小小嘅歡送會，有個後生老師送咗佢一束花，話阿玲老師，你終於可以為自己活啦。阿玲笑着收低，但係心入面有人嘅輕輕一震。為自己活，我點樣先算係為自己活？退休後頭3個月，佢每朝起身都係茫然嘅，唔係唔開心，係唔知自己係乜嘢人，唔係老師，又唔係幾十年前嗰個鍾意畫畫嘅細路嚟。佢老公返工，仔女有自己生活，屋企冇人需要佢，呢種感覺好陌生又好恐怖。係一次大掃除，佢喺一個塵封嘅紙箱裏面翻出一盒水彩顏料，係佢30幾歲時買嘅，成盒幾乎全新，因為冇時間所以從來冇開封過，連包裝紙都仲係完整嘅。佢坐喺廚房地板，捧住嗰盒顏料，哭咗好一陣，唔係因為傷心，係因為突然明白咗一件嘢，原來佢已經30年冇做過一件自己真正想做嘅事。30年，唔係一時，唔係一年，係30年。後來佢喺黃大仙嘉道理社區中心報咗一個水彩班，每個星期3下就去。第一堂佢係首班人裏面畫得最省練嘅，顏色出界，構圖唔準，但係佢話係佢幾十年以來第一次覺得時間過得太快。呢個月後，佢嘅作品入選咗區議會辦嘅一個社區藝術展。阿玲話我57歲先學識，原來我係一個鍾意畫畫嘅人，遲咗好多年，但係唔算太遲。就好似你晒嘢話等退休先去旅行，但係真係退休咗，你發現自己唔知去邊好，因為你從來冇問過自己我想去邊。目的地係旅行，唔係你真正想要嘅地方，係你以為自己應該去嘅地方。呢個分別係好大嘅。55歲開始重新認識自己嘅功課有3步。第一步問自己3條問題，而且係認真坐低諗，唔係隨口答。我鍾意做咩？我唔再想繼續做咩？如果唔使理任何人嘅感受，我使點過日子？唔使答得硬，但係要答得真。第二步揀一件你一直想做但冇做嘅事，今年就去做，唔係等準備好先，唔係等退休先，唔係等仔女大咗先，係今年，係今個月，揀一件去做。第3步學識做減法，唔係所有應酬都要去，唔係所有要求都要答應，唔係所有人嘅期望都要滿足。學識話唔得閒，唔使解釋，唔使道歉，你嘅時間係你嘅，而家先係最後時機，認真用喺自己身上。你呢一生委屈自己委屈咗太耐，唔係別人逼你，係你自己習慣咗排喺最後。呢10年係時候問返自己，我係邊個？我想點過？但係就算你搞掂咗身體前，關係同自己，仲有最後一件事，係大部分香港人最唔想面對、最唔想諗，但係無可逃避嘅死亡。喺香港，死字係重記，唔係因為冇人死，係因為大家都唔想諗、唔想講，好似唔睇就唔會發生。春節期間唔講死，搬新居唔講死，甚至係危院病房，有啲家屬都唔願意喺病人面前講，你係唔係準備好晒？但係死亡係唔理你準備好未嘅。蔡瀾係少數咁喺公開場合直接講，我已經安排好晒自己嘅身後事嘅香港公眾人貌。佢嘅意思係，佢唔係因為唔驚死，係因為佢唔想自己走嗰一日，留低一地雞毛俾屋企人執。唔知保險係咩公司，唔知遺產點分，唔知佢想點安葬。更重要嘅係因為佢明白，一個人如果世日恐懼死亡，就會活得綁手綁腳，唔敢放開，唔敢盡興。
因為心入面有個聲音成日話萬一。睇法生死唔係唔鍾意活，係唔恐懼死，係兩件唔同嘅事。呢10年你最需要嘅勇氣唔係去面對死亡，係坐低認真諗一次，如果我喺幾年後離開，我而家嘅狀態係我想要嘅狀態嗎？好多人以為諗死係觸眉頭係不吉利，但莊子喺幾千年前就話咗：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，十之其幾。白話咁講，生係死嘅同伴，死係生嘅開始，兩者本係一體，冇人知道其中嘅終結喺邊。生死係同一件事嘅兩面，明白死先真正懂得點樣活。唔係叫你沉迷喺死亡嘅念頭，係叫你唔好因為逃避死亡嘅現實，而錯過好好活着嘅時間。深水埗有個陳伯，係元州街住咗幾十年，街坊都識佢。係買雜貨嗰棟唐樓嘅老居民，年輕時做過地盤，做過工漢，一世人勤勤力力，養大2個仔2個女，喺屋村裏面人人敬重嘅老伯。72歲嗰年，陳伯因為肺炎入院，走得幾急，前後唔夠3個禮拜。仔女悲痛之餘，面對嘅係一場大混亂。陳伯冇立遺囑，名下有一個舊單位同一筆積蓄，但係完全冇任何文件記錄，唔知保險係咩公司，唔知戶口密碼，唔知舊單位係咪有銀行按揭仲未供完。仔女花咗3年時間，請晒律師翻查晒記錄，先整理好晒。律師費加上各重手續費，去咗幾十萬。但係最令仔女心裂嘅，唔係錢嘅問題，係有一日，大女喺陳伯舊房間書桌底部，發現一張折疊嘅紙條，係陳伯用顫抖嘅字跡親手寫嘅。我想葬喺台山，喺屋企嗰片山邊，唔想係香港，但係因為佢從來冇提過。仔女已經喺和合石買咗一個骨灰龕，安置好晒。陳伯最後一個願望，因為冇人知道，就咁消失咗，永遠消失咗。大女捧住嗰張紙條，愛咗好耐。佢話唔係罪疚感，係一種比罪疚更難受嘅感覺，係我根本唔認識我吧。就好似你晒日計劃明日，但從來唔寫落嚟，有一日你唔喺，所有計劃都係你腦海入面嘅秘密，跟住你一齊消失。55至65歲，關於死亡嘅準備，唔係要你去悲觀，唔係要你收日想死，係要你趁而家頭腦清醒，身體仲得，做好3件事。第一，立一份遺囑，喺香港立遺囑係合法嘅法律文件，手續其實唔複雜，費用唔會，但可以幫你嘅家人省掉後來嘅無數麻煩同糾紛。遺囑要清楚列明財產分配、仔女監護安排以及任何你有嘅特別願望。唔好覺得立遺囑係不吉利，係負責任，係對家人嘅尊重。第二，同最親近嘅人講清楚你嘅心意，你想點樣辦身後事？你有冇特別嘅願望？你最珍貴嘅係咩？唔係要開一個沉重嘅家庭會議，係喺一個自然嘅機會，係講出口，可以係食飯時，可以係傾偈時。講出口係俾屋企人一個禮物，係讓佢哋喺你離開之後，仲可以尊重你嘅心意。第三，考慮立一份預設理療指示，喺香港呢份文件係讓你提前決定。當你有一日唔能夠表達自己嘅時候，你希望接受基程度嘅醫療介入，係要盡一切方法維持生命，定係選擇有尊嚴咁黐去？呢個決定只有你自己做得到，唔可以交俾別人替你決定。諗死唔係因為你快死，係因為你仲活着，仲有機會決定。喺你最清醒嘅時候做嘅決定，係你對自己最後嘅尊重，亦係你對家人最深嘅愛。55至65歲，係你人生最後一個主動選擇嘅10年，唔係最後一個快樂嘅10年，唔係最後一個精彩嘅10年，係最後一個，係你仲可以坐低諗清楚，然後決定我想點過嘅10年。身體前關係自己死亡呢5件事，唔係5個沉重嘅負擔，係5扇門，每一扇下面都係你仲有機會擁有嘅某種自由，係你願意唔願意推開佢。蔡瀾晒日講，
人生意義係食喝玩樂，呢句話唔係叫你貪玩，係叫你認真生活。食要食得用心喝，要喝得有情玩，要玩得投入樂，要樂得真實，唔係消費，係體驗，唔係逃避，係享受。蘇東坡被貶去嶺南，當時嘅嶺南係荒蠻之地，係流放，係懲罰，但係佢喺度寫咗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唔係因為佢唔知自己身在好境，係因為佢選擇喺當下嘅處境裏面揀一樣真實嘅快樂，然後全程投入。人生唔係由你嘅處境決定嘅，係由你選擇用咩態度去面對呢個處境決定嘅。呢10年你選擇點樣面等？無論你而家係55歲、60歲定係64歲，今日開始諗，今日開始做都唔算遲。真正嘅遲係你一直都知，但係你選擇繼續等。真正嘅衰唔係做錯，係根本冇試過。